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杜 Sir。如果你係一個青少年，而你依家嘅生活係功課多到懷疑人生，一打開 IG 就開始比較，開始焦慮，朋友之間又成日有 drama， 同屋企人講兩句就想嗌交，仲要唔知自己將來想做咩。今日我想介紹一本幫到你嘅書，呢本書叫做The 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Teens， 作者係 Sean Coffey。 你可能聽過佢爸爸 Stephen Coffey 嘅 The 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， 呢本就係專門為青少年寫嘅版本。呢本唔係不停說教，好悶，一打開嚟就想瞓覺嘅書。書入邊有好多漫畫，又有來自世界各地青少年嘅真實故仔。每一章後邊仲有啲小挑戰俾你做嘅。呢本書分兩大部分，介紹咗7個習慣。第一個部分係講 personal victory， 個人勝利。簡單嚟講，即係搞掂咗自己先。第一個習慣 be proactive， 積極主動。唔好乜嘢都怪老師、怪父母、怪朋友、怪呢樣怪嗰樣。就算面對一啲好唔公平嘅事，你都可以選擇用咩態度面對，點樣去回應，為自己嘅選擇負責，咁先係一個正確嘅態度。第二個習慣 begin with the end in mind， 以終為始。你想將來變成一個點樣嘅人？對你嚟講，乜嘢先係最重要？唔好再人云亦云，人哋做乜你就做乜。試下為自己寫一個人生方向，設定切實可行嘅目標，開始有目標咁樣生活。第三個習慣 put first things first， 要事優先，將重要嘅事情放喺第一位，優先處理好先。乜嘢係真正重要嘅事呢？例如學習、瞓覺、揾真正嘅朋友，而唔係漫無目的咁碌手機，或者講埋啲無聊是非。呢個習慣會大大改善你嘅時間管理㗎。第二個部分係講 public victory， 共同勝利。簡單嚟講就係點樣同人相處好啲。第四個習慣 think win-win， 雙贏思維，即係唔係樣樣嘢都我贏你輸，或者你贏我輸。試諗下有冇方法令到大家都唔使輸。其實世界上唔係你想象中咁少資源，樣樣嘢都要爭到頭崩額裂。喺互相尊重嘅基礎下，建立友誼同家庭氛圍。第五個習慣 seek first to understand, then to be understood。 簡單嚟講就係先聽咗人哋講咩先，唔好人哋未講完你就諗定點樣反駁人。要認真聆聽。呢一點好重要啊。如果做得到嘅呢，就可以減少好多同父母或者朋友嘅誤會。第六個習慣 synergize， 協同合作。唔同嘅人有唔同嘅強項，當大家互相尊重彼此嘅差異，1+1可能大過2。團隊合作真係可以做到一個人做唔到嘅嘢㗎。第7個習慣 sharpen the saw， 為自己好好充電。要照顧好自己嘅身體，例如要做運動，有充足嘅睡眠，要照顧好自己嘅腦袋，要多學習新知識，要照顧好自己嘅情緒，多啲同人傾下偈，要有內心嘅修養，靜一靜，反思一下，建立一個正確嘅價值觀，照顧好呢幾樣嘢，先至唔會令到自己身心疲累。咁眼前嘅路先可以繼續走落去啊嘛。我最中意呢本書嘅原因呢，就係佢好實用啦，好有趣啦，就唔會
自吹自擂話自己係啲乜嘢嘅靈丹妙藥。作者係真正明白青少年面對緊一啲乜嘢嘅問題，而唔係企喺道德高地咁樣高高在上教你點樣做人。如果你想掌握自己嘅人生，令自己更有方向，同人相處好啲，咁就由呢一本書開始，每次睇一個習慣，試下書入邊嘅挑戰，改變咧真係會慢慢出現噶。即刻去書店買一本，或者去圖書館借一本，留言話我知邊個習慣最幫到你，下次再同你分享另一本書。拜拜。